咗令人太失望。我聽你把聲，我以為你係一個有感性、有電影夢想嘅人。今天的单词是香，香。它首先可以用作名詞，指聲音。咦，有乜嘢啊？架車冇嘢喎，咁點解會有聲嘅？周圍睇下。喂，阿叔，你上去唱啦。哦好。喂，唔得，我啱先轉翻男人聲，我把聲唔掂㗎。也可以指人說的話。唔瞓啦，惡個人咪得出聲咯。個個口口聲聲都係為公做嘢㗎啦，唔通我為自己咩？唔係啊，佢不嬲都係。不嬲都係咁嘅，你聽到佢講啦，當咗好聲好氣氹你入局嘅啫。還可以引申為人的影響力。幾廿年都係咁樣，好難講得掂班叔父㗎噃。我把聲加埋你把聲都唔夠大啊！叮，又有雨。也可以用於先生的一個特殊的叫法。大佬啊，等咗你好耐啦。貴姓啊聲？土地啊，唉，唔怪得你嘅。係啊，點稱呼啊聲？阿香，乜你認為我係阿香咩？還可以用作量詞，用於聲音啊、說話這些。大家講道理噶嘛，嗱，我數3聲，你話愛唔愛咯噃？1，我猜啊！